早，大家平安。诗篇咧讲，诗篇90篇第12节咧讲，求你教示阮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互阮会当得到智慧的心。这个月份进入咱感恩的节期，咱伫遮要数算日子。 相时，咱也要数算上帝对咱的恩典。虽然环境并无完全的顺利，当咱数算恩典的时，咱就看见上帝甲咱同在。伫咱的生命当中，得到恩典的油，互咱时时充满主的恩典伫咱的心上。过2个月。 就要咱的今年就要来过去，咱求上帝继续来带领、引带咱，帮助咱有智慧的心，咱更加来倚靠上帝，交托给上帝，对主有较大的信心，互咱会当甲上帝做伙来同工。 来完成上帝对咱伫今年的心意。这个时阵，咱做用这条诗歌来成做咱今日的开始。主，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靠无你的。 同在，求你洁净我，来充满我。主，我来追求你的面。主，我来追求你的面。咱甲主讲，主啊，今早起我要来追求你。主啊，阮较无你一时的同在。主啊，求你一时来洁净阮的心。 互阮的心充满着主你遐来平安甲喜乐。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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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上帝，主的宝血来洗净咱一切的罪。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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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恩典做我冠冕。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这个时阵，咱为着咱几项事来向上帝来恳求祈祷。第一，咱为着咱台湾的内政甲外交，咱国家的复兴来守望大道。像是咱
在咱要进入总统的选举、甲立委的选举，咱求上帝将公义、将和平放伫咱的国家内面。咱也为着咱总统甲执政者有充满智慧、信心甲疼心，来带领咱台湾行入一个上帝以爱的国度。咱为着这个台湾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一来白白天父，你是创造天的独一的真神，求你阮台湾的国家，互阮的国家充满主你的疼。主啊，阮也为着阮总统、首长、阮地方的官员、甲民意代表，赐予阮有属天的智慧，互阮有听人民的，互因有听人民的心来治理咱的国家，互因有一粒行公义、有人民谦卑、甲上帝同行的心。求上帝搁一遍兴起基督徒的官员，互因真做有力的助手，为了咱的国家守护咱全民的福利。主啊，阮也搁一遍将阮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财政、定义经营一切来仰望上帝你，伫你大能的手中，互阮的人民所有的经济拢得到你一大大的祝福，互阮伫国际市场，互阮伫两岸的关系拢有稳定甲平等。主啊，阮要进入总统甲立委的大选。求上帝你来竞选阮，兴起适当的人选，互助理的官兵伫这个台湾这个岛屿行出公义甲正直。求上帝，互阮的选举的过程拢充满顺利甲和平。第二，咱也为着咱的福音。伫台湾来继续来扩展，互咱的百姓心灵平安得到灵魂得救。像是咱也为着咱教会的团队牧者、长职、牧区长、小组长、服侍团队，甲咱全职的同工，互因服侍有快乐、同心、合一，为着上帝的福音兴旺。咱也为着咱这期的幸福小组在推动，求上帝来保守看顾，或者事工充满主的稳定伫内面。所以咱为着咱福音伫台湾的扩展，来向上帝来恳求。主啊，你的灵搁一遍来充满伫阮台湾的正教会。主啊，阮要有传福音的火热的心。主啊，阮要伫遮讲主，阮要互你所来动用。主啊，阮要勇敢为着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主啊，阮要顺服圣灵的教导。主啊，阮无要倚靠家己的才能，无要倚靠势力，阮就是要单单来倚靠圣神的大帮站。主啊，你爱阮承接福音国度的宣教的使命。阮愿意将阮家己献伫这个福音的这段顶面，为了上帝来传扬听人的福音。主啊，阮要特别为着阮第6期幸福小组所有的事工，甲阮教会所进行的事工，阮全仰望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用你的油来这边来高抹阮，使互阮有智慧口才。各样的文字，互阮会当刚强壮胆，来分享你的话语，为主你做好的见证。上帝国度的确要兴旺伫阮台湾的正教会。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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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国会谢谢我，耶
者咱为着咱富强教会有无重的祝福来祈祷。咱爱时时宣告，咱有一个勇壮的身体，互咱伫事业所经的拢得到兴旺，互咱兄弟姊妹的心灵无有交叉，互阮的心灵有满足的喜乐，互咱的人际关系拢是美好的，互阮伫追求灵命的时有诚实、加有勇壮。咱为着咱富强人这五重的祝福，咱来用上帝来恳求。主啊，阮富强人伫主你的管顾顶面，我们宣告，主阮要有一个勇壮的身体，我们有勇壮的身体，会当伫遮来服侍上帝，服侍人。主啊，你要互阮的事业兴旺，互阮的伫阮的事业顶面来荣光上帝，来高举主上帝的名。主啊，虽讲阮有时会软志，毋过阮心充满喜乐，充满主你遐来平安。主啊，阮相信，阮要伫人甲人中间，阮有上帝的香味伫阮的内面，互阮有家庭、亲子的关系，是主你所喜爱的，互这个听放伫阮的当中。相信阮也要为着阮个人的灵命，向上帝你个来恳求，互阮热心追求主你的道路，亚线无亚线。互阮当勇壮来上帝爱阮行的道路来跑走。主啊，即时阮也搁一遍将阮教会兄弟姊妹拄着辛苦病痛的，主啊，求你即时来赐到教业的稳定甲信心，互因伫病痛中搁更加较认捌上帝，较去了上帝。主，阮相信。因要搁一遍转来到伫阮的当中，掠阮做伙伫遮敬拜，伫遮学乐。主，愿你互因会当得到医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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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是咱为着咱今日查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来祈祷，求上帝甲伊同在，互伊充满上帝的话语伫伊的心骨顶，也互伊伫今日的讲道顶面，拢有主甲伊参加伫地。咱也为着咱今日的服侍者，无论是伫聚会还是敬拜，种种。求上帝，拢互阮有一个服侍的心。虽然有当时会软志，信心无够，求上帝来加添阮服侍者每一个人的信心。咱来搁一遍为着咱今日所有的会友，会当谦卑领受教导。求上帝，互咱互咱有教业的信心来领受。咱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搁一遍向上帝来恳求，咱做伙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在我那白白天父，求你圣神引带过我，伫查牧师的心上。查牧师今日所要分享的信息，拢充满主你的恩典甲真理，互阮兄弟姊妹。的心也完完全全会当我靠上帝的带领，恳
恳求上帝，你搁一遍来带领阮今仔日的服侍者，互阮伫服侍顶面，拢有主你的恩赐，你的开力来帮咱，互阮会当同心服侍，而且来荣耀上帝。我来求上帝，即时来拍开阮兄弟姊妹的心，主阮搁一遍将阮所有的主动甲调查，对阮的身躯来离开，互阮当全心伫遮敬拜上帝，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领受主你的话语甲教导。主你是道路，你是真理的生命，十字架荣耀，圣神的恩膏，要搁一遍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心上。主啊，愿阮今仔日所献上的祈祷甲恳求，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邀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做为起立，咱搁来唱一遍耶稣耶稣。的君王，这个时阵，咱用这条诗歌来学咱的上帝。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民主宰。世界公义，你在龙安你归乐，敬拜海尊重你，因为你有我的歌，你是主耶稣基督，我散那归去代表的好的，我散那归去万方的好。上帝，主耶稣是你知影，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民主宰，就你圣洁
那归的太平的好诶，山那归的满风的雨，天光落归的一块上帝，主耶稣是你在呀，山那归的太平的好诶，山那归的满风的雨，天光落归的一块上帝，主耶稣是你在呀。上帝，主耶稣是你在呀，天光落归的一块上帝，主耶稣是你在呀。哈利路亚！咱将一切掌声、乐乐，咱归到咱天父上帝。主啊，阮完全相信你宝贵的恩恩，你予阮伫今仔日。安歇伫你的怀抱当中，我心切切希望你主，我要紧紧跟对你，你稳定甲主爱永无停止，你信实的考验我。生命献上我的乐，我心切切希望敬拜，我灵卡无你眼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幸运，伫你怀中永。
这是咱做来吟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我要尽心尽意来保养你奇妙的大权能。主啊，阮伫今仔日搁一届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来学乐。因为主，你是何等奇妙、何等伟大，你的荣光伫天顶地下，互阮通伫你的保守、伫你的保护内面。主啊，阮知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随时的帮站。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气的。互阮通伫顶早起时，搁一届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领受对你属天的恩典、属天的恩膏。互阮伫早起时的礼拜，也透过阮所敬拜、阮所祈祷、阮所回应对你的听，搁一届来和你建立真实的关系，也将一切的荣光拢归乎主。这时，咱嘛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天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人亲像天人。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一次，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
咱这是三角来启应文29篇。行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从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你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阮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阮会当和阮的兄弟姊妹伫遮做伙敬拜、调祭你。阮感谢，阮嘛学了你，因为你有永远的慈爱，赏赐阮生命。你也明白阮的心思意念，甲阮一切所做的，怜悯阮的软弱，赦免阮的罪过。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阮，保护阮脱离一切灾害。你嘛用你荣耀的同在来引带阮每一个人的道路。伫每一个早起，你拢赏赐阮新的一日。你将丰丰富富的恩典赏赐予阮，嘛伫每一个暗暝，你拢无离开阮，有充充足足的平安，甲阮指点。天父，阮要大大来称赞你的圣名，因为你是遮尔疼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阮感谢圣神伫阮中间运行。伫咏唱的诗歌，所读你的话语，牧师传讲的教示中，阮每一人的心会当来得到投放自由，嘛得到快乐甲改变。主，阮感谢你。主嘛，因为阮会当甲阮众兄弟姊妹三甲做伙，敬虔同心来祈祷。主啊，这是你的恩典。阮相信，阮大大开喙，就会当得到大大的快乐。主伫有战争的所在，阮同心来恳求你，求你的圣手抓早保护，减轻死亡甲伤害，赐了你的和平，你的医治。主伫每一个惊吓痛苦的人身上，主你的大能力，即时就来拯救因、安慰因。主，阮嘛为着阮所徛起的台湾来向你祈祷，求主你使阮逐人有彼此相听的心。阮的政治、阮的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甲阮的治安，阮逐项拢会当行伫合主你心意的道路。也求主带领阮台湾正教会，阮会当合一，会当复兴，来传扬基督的听，引带搁较侪人的灵魂得到救。
主啊，求你将你的慈爱灵敏、你的智慧放伫阮的心中。你是唯一善良的主、良善的主。你每一个人显明你无共款的奥妙疼痛。主，阮要谦卑来学习你的模样。我嘛想要真做有疼心的人。主，阮的富强教会嘛要真做充满济代祷者、充满守望者的教会。主，我嘛要充满有敬拜你、有喜乐的服侍者的教会。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记这三扶持、三鼓励。无论是伫阮的家庭、工作、学校，也伫阮的教会内底，阮是倒一种身份，阮拢会当记得，阮是属你的囝儿。主啊，因为阮是属你的，所以阮的心就时刻充满着信心，充满着愿望甲仁爱。哈利路亚，感谢你，天父，阮安尼敬拜学罗你。祈祷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27节。耶稣拄要出外时，有一个人行来，跪伫伊的面前，问伊讲：“好的老师，我要做啥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耶稣甲伊讲：“你哪会讲我是好？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这个诫命你拢捌：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伪证，毋通诈欺，着孝敬父母。”这个人应耶稣讲：“老师，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耶稣注目看伊，听伊，甲伊讲：“你还欠一项，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予善食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来对我。”迄个人一个听到即句话，面色色，悠悠悄悄离开，因为伊财产真济。耶稣四周围看一阵，甲门徒讲：“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尼啊困难。”门徒听到伊所讲的话，非常着惊。耶稣佫甲因讲：“细囝，入上帝国真正困难。骆驼穿过江边，嘛比好野人入上帝国佫较简单。”门徒佫较着惊，大家讲来讲去，那安尼，啥物人会当得到救？耶稣注目甲因看，讲：“即个事人做袂到，上帝就毋是安尼，因为上帝逐项拢会。”迄时，圣歌队要来带咱做伙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歌是阮真爱讲这故事。现时了，请詹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生命的难题》。
现在即摆大家平安。咱真欢喜，搁一届来到伫上帝的圣殿，搁一届来敬拜俄罗伊。伫顶礼拜，咱的教会嘛结束咱中期的改选，咱有选出新的3位的长老，以及6位新的执事。相信伫这个改选了后，伫咱的教会嘛要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愿上帝继续帮助咱的教会，特别是咱教会嘛要开始推动建立50周年的侪的事工甲活动。嘛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见证咱的教会伫这50天内面上帝所做一切恩典，所互咱的疼痛，用咱的性命嘛来珍惜，来回应，嘛互咱每一个人会当讲出咱甲富强教会的故事，也讲出咱甲上帝的故事。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来到伫你的教会。来敬拜，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透过阮唱的诗歌，透过阮的祈祷，透过阮听你的话语，搁一届，互阮的性命得到帮助，互阮的性命搁一届，因为有你，互阮得到更新改变，将早起时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求你甲阮三角地地，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时间过了真紧，今年已经进入11月，代表讲今年已经搁剩2个月，今年就已经要准备结束啊。特别进入11月的时阵，伫咱的教会常常拢会甲伊称作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节日，也是可以咱讲是一个感恩的一个月份。特别伫11月份，咱的教会有名人的讲座，嘛有一牧区小组的福音的这个餐会。特别是咱的幸福小组已经嘛进入要一个结束的阶段，所以咱看见伫最近这几礼拜，咱的主日礼拜，也是伫咱的牧区小组，嘛有侪遮的新的朋友，遮的 best 已经开始在参加，更加来会当明白这个信仰，也了解咱的教会。其实无论咱是伫细汉的时阵，就明白耶稣基督，明白这个信仰。也是伫咱30岁、50岁，甚至是可能是伫咱伫年老的时阵，才明白伫这个信仰。对咱来讲，咱的性命犹原拢会拄着一寡困难，拢会拄着一寡选择，会拄着一寡无共款的难题。但是无共款的是，当有这个信仰伫咱的生命中，互咱有一个无共款的选择，甚至是一个非常会当确信的代志，就是咱通知有耶稣基督，通互咱来做倚靠。但是虽然是安尼，咱的讲转来，咱的生命嘛是犹原会拄着困难。但是伫拄着这生命的难题的时阵，咱会当来安怎去面对，安怎搁一届来挑战。其实咱今仔所看的这个故事，对侪人来讲，特别是伫教会较久的人，这个故事咱可能常常听到。而且伫无共款的福音书内面，伊嘛有无共款的描述，所以伫马太福音你嘛会看到，伫路加福音你嘛会看到这个故事。但是伫这个故事内面，耶稣拢在讲一项，甲这个人讲一项代志，伊做出一个选择。其实咱来想，这个人伊一开始是足欢喜，咱都所看的经文是足欢喜来找耶稣。但是最后伊最后的结果，伊是非常忧愁来离开，奇怪。咱毋是讲拄着耶稣是人生上大的福气吗？拄着耶稣，咱人生毋是会足喜乐吗？人生毋是足快乐吗？为什么这个人来找耶稣，而且是主动来找耶稣？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人伊是非常忧愁来离开？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人伊生命到底拄着什么款的难题？受什么款的困难？我都互因通来面对甲突破。咱来看今日经文，当耶稣伫行路的时，咱看见福音书的时阵，耶稣常常拢伫行路。耶稣所行的遮个神业，伊所医治的病人，伊所讲的遮个话，常常拢是伫耶稣伫行路，无论是含伊的门徒，含遮个群众，耶稣常常拢伫行路的时阵，互人看见耶稣伊的奇妙，互人看见耶稣的伟大。但是今日无共款的是，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是有一个人当耶稣伫行路的时，一个人来找耶稣。而且你看这个人，伊毋是慢慢行来耶稣的头前，
经文讲伊是用走的，用走的走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佫做一项代志，伊来到耶稣面前，伊跪伫耶稣面前，而且这个跪虽然看经文写跪尔，但是伊是双脚跪伫土骹，代表伊对伊看见听见耶稣来啊，伊有真大的一个脚步，甚至伊真正想要伫耶稣的身上去敲找某一项代志，所以伊真非常欢喜用走的，而且是跪伫耶稣面前。但是咱拄看见经文，你看见最后伊的期待，却和伊想的敢若无啥共款，颠倒互伊是非常忧愁来离开。咱来看这个人，其实这个人伫当时代，伊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当咱看马太福音的记载，伊讲伊是一个少年人。马太福音第19章20节，伊讲伊是一个少年人。哇！咱看路加福音的记载，18章18节，伊讲伊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伊是一个领袖，伊可能伫迄个地方伊是做官员的，代表伊非常有地位，所以伊是一个非常少年的人。除了少年以外，伊阁是一个做领袖的人。而且咱看今日经文，咱嘛通了解，耶稣问伊话的时阵，伊讲你敢有遵守这个律法？但这人讲有，我一切拢有遵守。而且是对我细汉的时阵，我都有遵守啊。代表这样，哇，伊是真诶非常守规矩，而且是伫因的宗教、伫因的信仰内面，伊完全拢来遵守。而且咱看见这个经文，咱所读的是，这个人财产非常的多，所以这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少年，而且搁做地方的领袖，搁守律法，而且伊的财产搁足多。甚至咱想象可能嘛生了真缘投啊！所以哇，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竟然来找耶稣，代表伊的内心真正有一寡脚步，代表伊的内心真正有一寡想要敲找的代志。而且咱想，伊是一个犹太人，伊守犹太的律法，但是伊却来找耶稣。咱在伫迄个时代，大部分做遮犹太的领袖，也是遮犹太人的长老，因常常拢是来找耶稣麻烦的。但是这人无共款，伊是一个犹太人，地方的领袖，可能做官，可能伫地方啊，人非常尊敬伊。但是伊却走来耶稣的面前，跪伫耶稣的面前，代表伊内心真正有一寡的脚步，但是伊内心的脚步却变做是伊内心中的一寡困难的所在，所以咱透过这个人，伊和耶稣所讲的话，伊和耶稣所经历的这个代志，嘛，互咱搁一摆来思考，互咱来思考，伫咱的生命可能会拄着的一寡难题。特别我要邀请大家，虽然这个故事你可能听过真侪届，但是嘛，将你家己当作是第一届听到这个故事。甲你家己当作是头一摆接触到这个信仰，互你嘛亲像这个人同款，来和耶稣搁一摆来对话。咱来看这个人和耶稣所经历的这个故事。其实咱为这个人所看见，互咱会当了解，毋是在伫我做了啥物，是专心来脚步来倚靠上帝，毋是因为我做了啥物代志。是在伫我会当专心来倚靠、来靠靠上帝。咱搁一间来看这届今仔日的经文，伫马可福音10章17节，经文咧讲，当耶稣拄要出外时，有一个人行过来。那看国语的圣经，伊是讲伊是用走过来。伊跪伫伊的面前，问耶稣讲：好的老师，我着做啥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咱先看伊问的问题，问的问题真好啊！伊要得到永远的活命，真好的问题。伊毋是讲，耶稣要安怎做，我才会当得到更较侪钱？耶稣要安怎做，会当得到更较好的头路？耶稣要安怎做，会当更较受人的尊敬无？伊问的问题是真好的一个问题呢。伊问耶稣讲，我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但是你看伊是安怎讲？伊讲我应该安怎做？但是耶稣甲问。继续看18节，耶稣甲问一项代志吼。耶稣讲：你为什么呢称我是良善呢？吼，除了上帝以外，则无别个会当称作是良善呢？所以耶稣的回答嘛，甲伊讲一项代志，甲讲除了上帝是良善呢，
上帝是完美的以外，无任何人会当因为家己追求某一项代志，无人会当因为做啥物代志会当得到完全，无人会当因为做啥物代志会当互家己会当更较完美。其实耶稣的回答嘛，在甲这个少年人讲这项代志。这个少年问讲：好的老师，良善的老师，我要做啥物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呢？耶稣讲：哎，无啊，你安怎做？其实嘛无法度得到你会当讲的这个良善，也是完美。咱看见这个财主伊所讲的是啥？伊认为我所有的钱财，我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才能，拢是因为伊做了某一项代志，也是伊做了啥物款的行为，所以伊会当摕到这个物件。所以伊较问耶稣一项代志啊，耶稣。我搁做啥物代志，我才能得到永远的活命咧？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伊的心态是啥？我一切拢是我家己的，我一切拢是我拍拼得到的，所以我搁做一寡代志就好。耶稣，你搁甲我讲，我会当做啥物？我会当得到这个永远的活命。所以你看这人，伊想要得到啥？伊可能想要得到财富，但是搁想要上时，搁要想要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伊想要追求永远的活命，要做啥？因为伊想要会当享受永远的财富，所以你看，伊要追求永远的活命，绝对毋是为着伊家己，毋是为着伊家己信仰的缘故。伊可能得到永远的活命，会当享受啥？永远的财富。所以当耶稣甲这个人讲的时，伊讲毋是因为你做了啥物，毋是因为你做了啥物，你有的这一切，毋是因为你做了啥物。咱来看后壁的经文。其实，当耶稣和这个人在讲话时，门徒嘛伫边啊。门徒其实嘛听到这个话，耶稣甲这个好起来的人讲：，毋是因为你做啥物得到活命。所以对门徒来讲，伊嘛非常的戆影。安尼，若是一个好起来的人，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一个互人受尊敬的人，拢无法度做啥物，佮得到永远的活命，得到拯救。那安尼啥人来得救咧？所以你看咱这个经文马可福音10章，咱拄仔嘛有看读到的。这个时阵门徒嘛非常戆影，因彼此在问，安尼有谁会当得救？哇，这个较完美的人拢无法度，安尼会谁会使？所以耶稣注心甲因看这个门徒甲伊讲，伫人无法度来成就，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当。耶稣甲这个门徒讲，伫人所做的无法度，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当来成就。其实伫犹太人为啥门徒会遮戆影？其实伫犹太人传统的文化，因嘛是认为，有钱有关系，就是上帝赐福的代表。所以因认为，这个好嘅人，伊一定是上帝赐福，所以有钱啊，所以才有地位啊。安尼伊要追求永远的活命，可能就是去做某一项代志就好啊。上帝真伊啊，可能是欠某一项代志尔。所以门徒才会问，这个好嘅人拢无法度入天国啊？安尼，啥物人才会当？所以你看，好嘅人咧问啥？好嘅人问讲，我安怎做才会使？门徒咧问啥？安尼是谁才会使？其实因咧问的问题本质拢差不多，因拢咧问有啥物条件？好嘅人问讲，我要做啥物代志？门徒咧问，安尼是谁才会使？因拢咧问某一项条件。其实对耶稣的回答，咱搁一摆来看，耶稣毋是在讲人要做啥物，也是无要做啥物。耶稣嘛毋是在讲是谁会使，也是谁袂使。耶稣是在讲上帝看咱会使，甚至咱嘛爱看上帝会使。啥物意思？有时阵咱咧想我伫这个信仰遮久啊，我伫教会遮久啊，我是毋是应该爱做啥物？做搁较济，上帝才会回应我。我是毋是应该爱成做啥物款的人，上帝才会意爱我？但是伫上帝眼光内面，毋是你做啥物？伫上帝眼光，毋是你成做啥物款的人，上帝才讲哇，你真好，你真完美。毋是，上帝看咱每一个人拢会使。上帝看咱每一项拢会通做，
但是上时，咱嘛有一个确信是，咱看咱的上帝是一个凡事拢会当的上帝，毋是因为咱做啥物，因为毋是咱真做是啥物人，是上帝看咱是啥物人。其实耶稣的回答嘛，搁一摆来回应，得救是伫上帝的手中，毋是因为咱人做啥物啊。这嘛是福音的本质，敢毋是？其实伫最近这个幸福小组的时，有几个机会会当含遮的幸福小组做伙参与，我拢感觉遮的新的朋友，也是遮的 best， 因要转变伊的信仰，也是要来承认耶稣基督是的救主。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对我来讲，我细汉就伫教会，一出世就伫教会，所以我无法度通想象，我无法度通真实的理解。当一个人爱改变伊的信仰，当一个人伊爱承认讲耶稣是伊的主的时，才爱做偌大的改变。但是伫过去，特别是伫传统的信仰内面，拢常常咧强调一项代志，就是爱做偌济，爱做啥物，爱做偌济好的代志，爱行啥物的行为，才会当来得到救，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但是伫耶稣所讲，伊所讲的回答，互咱了解，毋是人做啥，毋是人真做是啥物款的模样，是伫上帝的内面，伫上帝的竞选，伫上帝的疼痛内面，互上帝看做咱会使。相时马浪还搁一届改变咱的心思意念，看做上帝是凡事拢会答应的上帝。这嘛是一个福音的本质。这嘛是一个上好的消息，所以咱会想，毋是咱看咱会当做啥物，毋是看咱要继续要拥有啥物物件，才会当得到这个所谓永远的活命，也是互咱的性命得到更较丰盛。当咱看诗篇的诗人，因常常在描述因心内所渴慕、因心内所想象的代志，因拢常常用无共款的词。但是拢常常用渴慕，也是用望。诗篇42篇第1节到第2节，这个诗人安尼讲：上帝，我的心渴慕你，亲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我的嘴、我的心、我的嘴，羡慕上帝，永远的上帝。咱看诗篇的诗人，常常用着望，用着切慕的词，但是因的对象拢是上帝。咱看见一开始这个经文，这个好起来的人，伊所渴慕的，伊所想象的，虽然咱看见，确实，伊要追求一个永远的活命，走来跪伫耶稣的面前，真好的行为。但是伊背后的动机，敢若无啥对。伊要得到永远的活命，伊所渴慕的，却是要永远的财富，可能是伊要永远的性命。永远会当拥有伊所有的代志。若是咱真正将永远的活命看作是重要的，咱亲像这个诗人所讲的，所渴慕、所切慕，要得到这个物件，咱就爱将咱身上的负担扛落来。这个负担可能是你对上帝可能错误的期待，可能是你对上帝的作为。你可能有毋对的想象，咱爱搁一届重新伫上帝身上来看见伊的心意是啥。有时阵咱可能会感觉无满足，我一定爱搁有啥物物件，一定搁爱做啥物代志，安尼我的性命会搁较丰盛，会搁较好，会当望会当得到搁较济。但是咱爱搁一届来，互咱家己来，甲咱家己来讲，提醒咱家己，若是咱的心，互某一寡代志不断来吸引，亲像这代志，才会当满足咱内心的愿望，咱必须爱重新调整咱对伊的期待。我毋是讲好嘢毋对，毋是讲有地位无好，毋是。但是，若是咱的心互这个物件来吸引，敢若亲像这个物件，才会当来满足咱心中迄个所欠缺的愿望，咱必须爱调整对伊的期待。所以，这个代志会当互咱的生命带出改变吗？还是咱互这个物件来控制，互受到这个代志，互这个代志所
互遮个代志来控制呢？所以这互咱来搁一摆来思考。所以无一个人是良善的，嘛无一个人是完美的，嘛无任何一个人会当做啥物代志，真做啥物款的人，会互上帝讲哇你是真好的。无任何一个人，只有会当倚靠的是这位完全的上帝。无任何代志，互咱性命会当得到真实的满足，互咱性命得到真实的较无，只有这位完全的，只有这位良善的上帝。互咱真互咱的性命得到完全的倚靠，毋是在伫咱做啥，毋是在伫咱是啥物人，是在伫咱专心倚靠这位上帝。第二摆和大家做伙分享的，嘛毋是在伫咱有啥物物件，毋是咱拥有啥物物件，是在伫愿意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是在伫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当耶稣主神看伊的时，耶稣非常疼伊，甲伊讲：你犹原欠一项，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善食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来对我。迄个人是听到这句话，面失色，悠悠悄悄离开，因为伊的财产真济。咱看见耶稣，看见这个人，真正袂歹。佮少年，佮有地位，佮有钱财，而且伊守律法，所以耶稣看见这人，哇，主神看伊，而且佮非常靠无，所以耶稣看见安怎？耶稣就疼伊，而且主神看伊，代表耶稣嘛讲，这人袂歹呢。耶稣嘛讲，这人袂歹，但是当耶稣安尼甲回答是讲，你爱卖你一切，然后来跟对我，哇，这人面就悠悠离开啊。咱看见耶稣看到伊，就疼伊。耶稣主神看到伊，就疼伊。咱来想，这人欢欢喜喜来找耶稣呢？这人真欢喜来找耶稣。但是奇怪，互伊忧愁离开的是啥物原因？竟然是因为耶稣疼伊，互伊离开呢？互伊离开的竟然是耶稣会疼，互伊离开。哪会发生这款代志？耶稣的疼，毋是互人感觉足平安，互人感觉非常的温暖，互人感觉哇，耶稣真正是了解我的需要。迄个耶稣的疼，主神看伊，却互伊忧愁离开。咱来想，有时阵有非常侪的产业，特别是咱先看这个人，伊有侪产业，看起来敢若是领受着祝福。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讲，拄仔咱有讲到，犹太人讲有侪的财产是祝福。但是咱往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有侪的财产，也是拥有侪无共款的物件，敢会颠倒，互咱离开了迄个祝福？敢会颠倒，亲像这个人共款离开了祝福？咱必须爱面对一个事实是，当耶稣进入伫咱的生命。确实会带来平安，确实是带来会喜乐，生命会改变。但是当耶稣进入伫到咱的内心，嘛常常带来侪的挑战，特别是咱过去所想象的咱的价值观的挑战。天顶的财宝，地上的产业，互这个人伊无法度做出一个选择。而且咱看见，伊认为伊家己哇，所有的诫命伊拢遵守啊。耶稣甲问：你敢有遵守遮个？遵守遮个？遵守遮个？伊拢讲啊，我对细汉拢有遵守啊。但是咱认真来甲看，伊敢若袂记一项上重要的代志是啥？爱掠上帝当作是上帝。伊袂记只爱用上帝当作上帝这个诫命。伊认为哇，我所有拢有啊，我诫命嘛拢守啊。但是伊却袂记哩，这个上重要的代志。当一个人的内心，伊一直掠条家己的价值观，一直掠条认为家己才是对的，认为家己所做的、所经历的才是好的。当生命真实拄着耶稣的时，会拄着更较大的冲突。伫生命真实拄着耶稣的时，会更较大的冲突。有时阵咱咧看圣经的时，咱会看见一寡冲突的故事。特别是耶稣发出挑战的时阵，耶稣发出一个邀请的时阵，咱可能看这是迄个圣经的人所拄着的问题。耶稣伫咧邀请圣经的这个人，毋是咧邀请我。
这个故事我讲，可能侪人非常看过真侪解，但是咱搁一摆看这个故事的时，咱会感觉安怎？我搁听一解啊，啊是当咱搁一摆听这个故事的时，咱会含这人同款优秀。咱会敢会搁一摆含这人同款性命，搁一摆受到耶稣的话来震动。这人的心无法度放下，伊心中一直掠条的价值观，所以当伊拄着耶稣的时，伊的冲突、伊性命的困难，颠倒搁较大。耶稣虽然看见听伊，但是这个听颠倒，互伊爱搁一摆去思考伊的性命、伊的价值观是啥。因为有一个代志比耶稣搁较大。有一个牧师叫做提摩西凯勒，这个牧师伫伊写一本册内底，伊讲一句话，伊讲偶像就是毋管是啥物代志，伊拢会为你的心甲你讲甲你讲啥物，只要有这个物件，我的性命就有意义，我因此就会知我性命的价值是啥，我有这项代志，我颠倒感觉我非常的重要。嘛，互我家己感觉非常有安全感。当然，这个偶像毋是一个实体，亲像咱今仔看见的这个人，伫伊心内无法度所面对的，伊无法度所放落来，可能是伊的钱财、伊的地位，可能伫咱内心嘛有一寡无法度所放落来。咱认为只要有这安尼就好啊，我安尼性命就真丰盛，安尼就好啊。但是，互咱搁一摆思考，是啥物物件伫咱的内心不断地甲咱讲，有这就好啊。这无一定是一个实体，但是咱若是将这项代志变做是咱生活中搁较重要的，超过原本伊应该有的分量的时，咱就爱搁一摆来想，这项代志到底是我的性命真正有帮助吗？是我的性命到底会当影响我偌济？当然，咱伫这个社会，伫咱这个世界，伫咱所处的环境，咱有缘嘛是爱找一寡代志，互咱的性命会当感觉快乐，性命感觉丰富，这是非常正常的代志。但是咱爱清楚了解，这对咱的性命的影响到底有偌济？所以咱继续看经文，当耶稣含这个门徒，耶稣含这个人讲了话，这个门徒伊嘛提出问题，安尼是啥呢？安尼是啥才会使？所以其实耶稣嘛甲这个门徒讲，伊讲有一个人要真做要进入上帝国是哪里啊困难？所以门徒听到伊的话讲非常着惊。耶稣甲伊讲，细囝入上帝国真正困难。所以这个门徒讲，哇，安尼真困难呢？安尼要安怎才会使？其实。耶稣爱这个好野人，要进入天国，耶稣有伊的道理伫咧。其实咱了解，毋是讲好野人袂法度入去天国吼，绝对毋是安尼。耶稣讲爱去将一切拢卖掉，嘛毋是讲咱今仔礼拜结束吼，就将你的银行的这个全部的钱拢领出来吼，摕出来奉献吼，嘛毋是安尼。耶稣毋是这个意思。英国的诗人，伊读到这个故事，一个英国诗人王尔德读到这个故事，伊讲，当耶稣爱这个好野人将伊的财产拢变杀，变卖的时阵，重点毋是要将伊的钱来捐互遮的善食人，毋是，因为耶稣是要救这个好野人的灵魂。耶稣看见这个好野人，伊互这个非常大的钱财，要拖你去到地下内面。所以耶稣毋是讲，主要毋是讲你一定要将你的钱全部卖掉，去互善食人。耶稣毋是，耶稣是要拯救伊。所以耶稣讲，好野人要入上帝国偌困难，毋是讲好野毋对，是有时阵遮个代志会阻挡咱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这个比喻，也是耶稣上帝讲比喻，拢要用较夸大的方式在讲。耶稣毋是讲叫咱一定要全部卖掉，毋是耶稣毋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要甲咱讲，为着要得到更较有价值、真实的财产，就是更较重要的上帝国。其他的财产，其他咱所想象，迄个真正会当互咱生命得到丰盛满足的，就显了会当有也好，还是无也好。
所以，伫现代的社会、现代的文化，拢讲爱会当秀出你自己，拢爱互别人看起我有偌济，我有啥物物件，我有食的你看，我有食的你无，我有食的你看我真过了真好，我真丰盛。但是耶稣讲的是爱叫咱放下咱家己，而且是放下迄可能阻挡咱和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物件。所以，伫马太福音13章44节的经文，耶稣嘛讲，天国敢若亲像一个宝贝藏伫涂骹内面，人拄着就欢喜甲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地。伫后壁45节、46节，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讲，亲像一个人看到一个珍珠共款，哇！这人看到珍珠嘛，真意外，将伊的财产全部变卖，然后买这个好佮水的珍珠，就是这个上帝国放伫伊家己的心内。其实有时阵，咱爱认真来问家己，佮一摆爱认真来问家己，是毋是咱想看重某一项代志？啊，是咱所看重的这项代志，其实伫咱的生命无遐尼啊重要。甚至这个代志，敢是风去阻挡咱甲上帝的关系，甚至是咱甲其他人的关系。咱的社会、咱的文化，叫咱爱互别人看见，爱表现出来互别人看。但是耶稣讲，毋是，爱学习放下一寡物件，才会当和上帝、和你身躯边的人建立更较真实的关系。其实耶稣看到伊，就疼伊。伫今仔日，耶稣看到咱每一个人，嘛是疼伊，嘛疼你。耶稣看咱每一个人，拢是疼你，而且是超出咱所想象的。耶稣爱咱过，毋是一个山寨版的美好人生啊！这个人过其实哇真美好的，但是咱看伊可能过一个是个山寨版的，因为伊无法度放下伊所想的，和耶稣和伊身躯边人建立真实的关系。耶稣讲去变卖，去互需要的，而且来军队。耶稣伫今嘛，搁一摆来邀请咱每一个人。耶稣搁一摆伫今日嘛来邀请咱每一个人，就去。像你即马可能足注意的代志，可能超过是耶稣的，将伊变卖、变卖，藏来，然后来到耶稣的边啊，来到耶稣的身躯边，然后跟对伊。因为耶稣意爱是咱过一个真实美好的人生，过一个伊要互咱真实丰盛、稳定的人生，也用咱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疼痛，互咱的一生拢行伫上帝为咱备办迄个水的道路。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然后咱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透过这个故事，这个人伊所问的问题，嘛搁一摆问阮家己的生命。主啊，阮的生命敢有互某一项代志来捆绑？敢有某一项代志已经超出你伫阮心内中的地位？主啊，帮助阮，互阮搁一摆调整阮所看的、阮所想的、阮所做的，互阮真正是来军队你自信伫你的身上，帮助阮每一个人，特别伫面对生命的难题、生命的选择的时，通互阮知，阮通应该安怎选择，应该安怎来做出生命的决定。阮的祈祷，用上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圣诗337首，373首，救主耶稣我日子。咱做伙起来唱这条回应的诗歌。心。
在地天将大望，只望朋友是你。这是咱嘛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头一项代志，咱为着家己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搁一个互咱思考。即摆咱所关心，也是咱所伫意的，真正是互咱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吗？若无，搁一个邀请耶稣到伫你的心内面，求耶稣真做是你生命上大的满足，真做是你心中上大的渴望。第二项代志，咱嘛为着咱教会伫11月份开始有侪福音的事工，特别是要收歌的时刻要到，求上帝帮助伫遮所推动幸福小组，也是遮福音的餐会，互每一个来到伫教会、到伫小组的遮的 best 遮的新朋友，因为耶稣基督的疼，互因的心通感动，互因的心通来宣告讲耶稣基督来真做是因的救主。咱为着遮的新的朋友，为着遮的 best 来祈祷，也为着遮服侍同工来祈祷，求上帝互因开咱，互因有智慧，通来陪伴、来帮助遮的新的朋友来认捌着这个好的信仰。咱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特别咱经历顶礼拜的改选，有新的种子参与伫教会的服侍，为着教会事工的推动，为着教会遮新的同工为因来祈祷，求上帝帮助。特别咱进入伫规划50周年的庆典，侪事工活动，求上帝互遮一切的周边有对上帝来的智慧甲异象，互咱的教会来真做上帝所喜爱的教会。那么为着伫周报内面所写，也是你所在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因，互因的心灵搁一届得到勇壮，得到帮助。咱做伙开喙，为着遮个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行感谢你，主啊，主能够伫主的手中，主能放上关系，咱来同在。主我们都在希望跨过西藏的学，主能拓展新的路，跨过希望的新的事业，新的东西都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跨过希望的同在，新的东西，跨过希望的同在，希望的同在，希望的同在，希望的跨过希望的同在，希望的。亲爱的兄弟，我搁一个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真实诚意的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互阮搁一个来思考阮甲你的关系。主，阮相信阮每一项受你的拣选，真做是你的囝儿，拢有你特别的心意。但是拄伫这个世间，有侪侪代志可能阻挡阮甲你建立真实的关系。求主，互阮来通看见、看清阮生命的真相，互阮通知什么是阻挡阮甲你建立关系的物件，互阮通刷开，互阮通来真实来跟对你，来回应主你的疼痛、主你的恩典。主啊，也帮助阮的教会，用阮的行动、用阮的见证、用阮所做一切事工来回应你放伫阮教会的恩典甲疼痛。特别伫阮教会11月份有侪福音的事工，无论是幸福小组，无论是福音的餐会，也是名人讲座的这个分享，求主透过这个事工，互每一个参与伫内面所听的，拢得到主你的祝福。特别主祝福伫遮参与的新的朋友，遮的 best， 互因来到伫教会的时阵，就享受伫主你同在的美好，互因的心通拍开。互因的心通来领受这个上大的福分。主啊，帮助遮新的朋友，当伊来到教会的时，互因也透过咱的服侍，透过咱的见证，咱伫因心上的
的祈祷，互因通了解有耶稣伫的生命是何等水的代志。主也帮咱伫遮的同工，伫周边，伫这一切的调话中，有主你的保守，互因有对你遐来的智慧，对你遐的能力，互因通了解安怎来备办这一切的事工。也为着咱刷来要迎起50周年，侪的事工，侪活动在进行，求主也来帮助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通来回应这份的恩典，回应主伫咱的教会，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所成就的一切，互阮透过遮的周边，透过遮的事工。也搁一摆看见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帮助阮的教会，帮助阮的兄弟姊妹，也将每一个需要兄弟姊妹搁一摆带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阮内心中的欠缺，在阮内心中的需要是啥物？主啊，求你照你的心意来成就一切，照你的心意来引带阮的性命，来保守伫阮所需要的代志顶面，求主你来引带，求主你来保守，也互阮继续学习来跟对你，一生行伫主你的脚步中。感谢主，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大家请坐，咱用时间交互咱师会。咱即时来奉献。请坐。咱来读这个月的金句，咱做伙来读，咱读2摆。来，请。耶和华要行伫你的面前，伊要甲你立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无得惊，也无得论。申命记31章8节。耶和华要行伫你的面前，伊要甲你立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无得惊，也无得论。申命记31章8节。这是来报告，咱看周报。下周咱是主理是王维贤牧师，其他的同工请咱家己留意。来是第4页，集体交通。
第一点，小会公告，咱伫顶礼拜日进行临时的好会，咱有顺利选出咱的长老3名，执事6名。这个名单咱写伫咧周报顶面，请咱会友家己来看。这个名单爱公告2礼拜，若无异议，伫明年的1月第1个主日，1月初7，咱要举行誓约甲初派礼。咱请为着遮个新当选的长职同工以及轮休的长职，咱来为因来祈祷。第2点，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性别公益纪念主日，伊主要的目的是会当互咱促进迄个性别实质的平等，请咱会友来了解甲关心。第3点，咱定11月26日举行感恩节奉献的主日，等下夏牧师会来做补充的报告。第4点的主日是咱第1场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主日是邀请伫咱本会出生的王维贤牧师，要来甲咱遮分享见证。伊要讲的题目是“明白耶稣真好命，认识耶稣得丰盛的生命”。请咱大家来会当邀请咱的亲情朋友同事做伙来听，求主同工借着咱的牧师的见证，来感动每一个会友甲咱邀请的人的心中。第5点，第6期的幸福小组已经陆续完成。刷落来是关键的时段是邀请咱的慕道友决志搁受洗，所以咱特别爱为着这来祈祷所以咱请咱的会友伫咱的第6点这个所在有写代祷团，有一个禁止祈祷的邀请，伫寮卡。公布哪所在，咱会使来做登记咱来为着咱的遮个事工来祈祷另外，若无举办幸福小组的小组，咱也希望会当伫12月17日洗礼进前，会当来举行感恩节还是圣诞节的福音茶会。第7点，伫下主日毋是下主日，12月初312月初3，咱要伫礼拜三举行年度施工研讨会，请咱的中职会当留意从去年的施工，还是今年的施工计划，拢会当来伫11月19号交予咱的干事。第8点是咱12月17要举行咱的圣餐甲洗礼式，请咱留意。第9点是今仔日。卫生局有安排咱的会友开的侯世廷小儿科诊所，伫今仔日会早起伫1楼为咱来进行免费的流感注射请有注射的有登记的兄弟会记即落去寮卡带健保卡来实行接种疫苗。第6页佮第7页，机体交通以及咱爱关怀佮代祷的事工的事项，请咱会友家己来看，也来为遮个代志来祈祷。机体交通第8点，以及其他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即马来请夏牧师来补充。今日即位，我来做几项的即个补充甲提醒啦头一个是咱拄则。有报告着消息，讲咱的长老甲执事有新选出来，咱要请新任的长老，佮3位新选的，就是讲以前也无做执事，现在做执事才会同工咱准备心，咱会就咱适当的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讲习，知影讲执事的积分，长老的积分请咱听。即个节目师会甲咱通知，咱准备办心来做一个演习，互咱新年就任了后，咱的所有的事项拢让马上会当安尼顺序安尼。第2是咱拄则有看到周报写讲性别公益纪念日这是咱总会例行的一个提醒啦。毋过牧师照即个主日甲咱做一点提醒甲补充咱拢知影讲咱教会
拢真注重讲男女平权。男女平权较毋是只干那性别的差别，是讲咱男士甲女士吼，逐个人伫服侍、伫信仰、伫做模范，拢是平等的。所以无论是长老执事，无论是干部，咱男女拢做伙服侍，这是头一项。第二项性别公义嘛，真提醒注意吼。咱全台湾的教会，包括政府机关，拢有一个真重要的机制，就是讲安尼，伫迄个公共场所，也是伫即个机关的内底，就是爱安尼，无有迄个咱所讲的性骚迄款的代志发生，吼，迄代志发生。所以呢，咱伫教会内嘛是共款咧提醒这项代志。当时咱伫教会内甲伫外口的团体吼，咱互相咧交陪、分享、分享吼，咱小可有一个注意安尼，较袂引起误会就对啦吼。我举一个上简单的例吼，咱看到教会迄囡仔真古锥吼，较早吼，哇，好可爱哦，就甲浸一个啊，吼，咱有听过哦。较早就是讲，这时代足疼这个囡仔，即马有可能毋是哦。吼，伊的父母会甲你讲，你这动作毋对哦。安尼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咱慢慢，咱即马大家拢足注重即款彼此的即个关系啦，吼。所以咱伫咧互动的中间有一个分际，互咱即个团体咱即个群体会大家感觉讲非常的安全，嘛非常的舒服安尼吼。即点就即个性别公义组织甲咱做提醒安尼。第三，拄则有报告就讲感恩节奉献主日吼，咱原来为着配合即个名人开讲福音主日，原来是定伫即个19，即马咱讲照原来的26来举行。咱伫2礼拜前，咱就开始推动讲，咱预定2026年2冬半后，咱要来迎接咱的释教50周年。50周年伫圣经内底是一个喜年，就是大年就对啦吼。所以咱要来庆祝，但是咱的小会、咱的委员会感觉讲，毋是为着闹热来庆祝，是要借即个机会，互咱的教会各站面，有的是来做一点安尼个修整，有点来做提升，有一个温度的操练。咱的50周年的时阵，感觉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即个温度的训练素质，咱教会艺体的更新，咱所办的活动会当会帮助正教会即款的方向就对啦吼。事实初步估计起来吼，比如讲咱即个艺体要搁10冬吼，咱礼拜2见迄个6成10冬呢，咱有一寡物件需要做一寡修复，借着50周年来甲伊提升起来安尼吼。咱礼拜2才定光吼，有诶已经10冬吼，有诶所在嘛是爱更新。所以比如讲，据即个咧即个艺体部分，咱初步讲起来，差不多安尼就爱安尼100几万哦吼，100几万的即个开销就对啦吼。加上咱亲像各种的活动甲各种的训练有初步估计吼，差不多安尼都40-50万。你具体若搁加上外场的即个征收，安尼要到200万。意思讲，咱望伫3冬的中间，会当邀请兄弟大家用着感恩节做开始吼。咱让亲像以前咱伫建堂的时阵吼，咱大家人拢有一个家己心内有一个安尼认管讲，我。1个月，也是讲1年，我要奉献偌济，会当互即个事工无动用着咱的平常的经常费吼，会当互50周年时阵，咱内外一心就对啦吼。所以咱伫即个19号迄天即个礼拜日，咱会开始分一个奉献地，专用的奉献地，互咱大家备万心，欢喜参与伫即个圣工吼，年体甲软体拢平平，也袂得到精进。中间有一个邀请，就是讲，咱毋是讲我阮兜一条就甲奉献去，咱较鼓励讲，你鼓励咱的囝儿4岁吼，全家吼有人有份就对啦吼。钱济少是其次，是讲你拢有份参与着。比如讲咱兜有3个，我就献3笔
啊，虽然总数是咱已经有估着啊，毋过迄个参与是无共款的。啊，互咱的囡仔感觉讲我奉献200块嘛是咧奉献安尼吼。啊，这是一个邀请，啊，咱望讲大家互相传播即个信息啦吼。佮另外，愈来咱嘛有报告着讲啊，即个王卫贤牧师吼，啊，卫贤牧师是咱教会释教迄个时代的青年，啊，后来就去读大学吼，大概拢出外去啦。但是上帝保守，互伊会当伫专业的顶面做了真好的成就，啊，毋过为着要传福音，为着要帮助青少年，伊提早对啊，即个所服务的中兴大学啊，做甲院长，甲即个系主任，遮拢有做过啊。伊就退休，专心来，安尼无有迄个教团的背景哦吼，家己独立创设一间教会。啊，真要紧的是讲，伊即个家庭就是咱卫鹏长老的家庭，咱的啊正常接受的家庭，因安怎来信耶稣？啊，这是足宝贵的一个信仰的分享。啊，咱借着机会要邀请咱遮的 best 吼，啊，咱遮的好朋友来听，吼啊，所以毋是只甲咱会友听了有造就感动哦，是请你吼啊，咱除了任务这张电子卡，咱会寄互各群主啊来分互咱每一个会友以外，咱楼骹阁有即个实体的吼，实体张单张啊，不一定你若去啊厝边隔壁，甲你感觉会当有交陪的兄弟讲，但即张甲你邀请，这是我的邀请卡，欢迎你来听啊，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安尼吼啊，邀请伊阁爱替伊祈祷哦吼，安尼咱办即个福音主日，伊的意义才有出来啦吼。啊，无咱家己内部安尼享受都无彩咧吼，爱邀请朋友啊，所以请会记你来邀请啊。若咱确定伊会当来吼，你有哪小可甲咱的小组长，也是甲咱办公室小可讲一下，啊，咱知影讲啊，迄天大概有偌济即款的新朋友要来，啊，咱可能会准备一个区域啊，互因坐，啊，你嘛当陪伊坐伫边啊，安尼互伊有一个安全感就对啦吼。吼啊，咱这就是有一个心理预备哦，啊，阁有一个属灵的准备，啊，即阵请大家三甲来参与安尼吼。好啊，咱即个幸福小组到即礼拜吼，即礼拜日到周末，大概咱所有的幸福小组的时间都过一段落啊。啊，咱今年咱的幸福小组吼办了较有弹性哦吼，咱差不多有的4摆，有的5摆，有的6届拢会使进。啊，即个完整了，就是要带这个 base 入来听名人开讲，啊，互因确定讲入来教会参加是足有修行的吼，啊会当认捌主啦，啊所以咱线接就是要引带人来到教会啊，因普通时伫小组内底都无入来伫教会，当然有诶一半个已经入来啊吼，啊，咱邀请兄弟，咱。毋是讲啊，幸福小组有办活动，才有咧带人信主，啊，我嘛会啊，我就带人来听就对啊，吼。啊，而且有诶小组佫继续是办迄个福音地会甲餐会，啊，这嘛是真好诶一种啊，即个传福音诶方式。啊，请咱大家继续为着这个事祈祷。另外吼，咱在推动即个荣耀丰收诶即个连锁祈祷，已经对11月初一开始啊，吼，到11月2日。啊，你若还未参加吼，啊，楼骹有迄个签名单，你甲填落去，看是对拜一啊到礼拜日，倒一顿你想要参与祈祷，吼，啊有迄个祈祷单哦吼，比如我拜三要祈祷啥，伊有一个提醒，啊，望咱大家拢有份伫即个拯救灵魂的工作，啊，这毋是一个人骨力做就有啊，是圣神的工啊，所以咱爱邀请大家所有来守望祈祷吼，啊，无使用安尼来做补充的报告，咱搁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啊，甲咱的詹牧师。上营402首，恳求主你应带阮脚步，吟诗了，请詹牧师祝祷。我
愿最后所祈祷的恩典，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兄弟姊妹三角之地，对即时得到永世大保证。阿免。大家请坐来别倒。咱今嘛是今嘛是载会分的第一个主日，所以咱嘛要举行咱的庆生会。这要邀请咱载会分的生日的兄弟姊妹，咱为座位徛起来，咱做伙唱生日快乐歌，来甲恁祝福。咱做来唱。特别邀请在位分生日的学务师学务师来分大奖，来分大奖。是要做受车感言啦吼，咱每一摆在分大节的时，拢会请一位兄弟来代表吼。事实我是爱讲，当我代表要分大节的时，咱所有的受车，你心内嘛记得讲主啊，我依赖你。帮助我什么？吼，就咧许下你的心意安尼就对啦，吼。好，咱上车有徛起来，春红姐你上车无徛起来。牧师代表来分下节，那请咱的詹牧师甲咱祝福安尼吼。好，咱做伙为着载会份的上车，咱做来祈祷，咱来祈祷。今日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人生的故事、人生的经历。主啊，伫这人生的故事、人生的经历中，看见你的恩典，也看见着你的疼痛。主啊，阮特别伫今日为着载会份的受车来献上感谢祈祷，伫因的生活，伫咱生命的伦理中，逐日都有主你的恩典甲保守。求主你，互遮的受车身心灵都搁较勇壮。会当搁较来较无主你的话语，也互因伫逐日拢享受伫主你的保护甲恩赐。特别为着学务师来祈祷，互伊伫教会的服侍有主对主你遐来的智慧，对主你遐的异象，继续带领富强教会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主啊，搁一届将每一个受车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的恩赐保护。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啊所生命来求，阿免。咱个拍鼓啊，来甲祝福。好，咱今下礼拜到这结束，咱会当互相来请安，愿上帝来祝福这个兄弟姊妹。